转来看咱国内中央的总预算案，这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提案要甲公司23亿的预算提掉。这事后佫刊文讲恁应该甲这去共讨价迄块碗甲单掉，这是引起文化界甲学界众人的批评。这陈玉珍嘛回应讲，这文章本来就是别人写的，嘛欢迎众人会当来讨论。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提案删减公司23亿预算，引起影视界、文化界反弹。将基本伫国民党团协商之下删减1%至2300万。也毋过，离岛出版社总编何心杰发文说明，对即摆删减预算的提案看法，陈玉珍是伫绿建区回应。也毋过，媒体标题单调迄支讨饭的碗，引起文化界不满。陈玉珍解释是引用其中部大文馆的文章，并不是伊所写的。什么要饭的什么碗，这句话我都说不出来。你看，这是别人的发言，我会引述别人的发言，我会引述各式各样的发言给不同意见人看，说大家有理性思辨的空间。就算我们在最穷的时候，我们也不会拿一只要饭的碗。那这个对我来讲印象很深刻，所以我就借用李光耀先生来强调，文化人其实也要锻炼自立自强的精神。114年度总预算案调也继续攻防，针对民进党立委黄昏烦恼，民众党团提案冻结10%学前教育预算69.5亿，会对全国66名幼儿甲3万名教保人员产生严重冲击。郭聪表示，教育部处长叶秉成18捌亲自敲电话，声称学前教育主管配置爱检讨。民众党团也甲国民党教委会调会万美玲沟通，万美玲同意放行。对民众党提案删减也是冻结国土署预算41亿，防止其恐惊影响租金补贴甲社会主体推动。张启凯强调，只要国土署提出完整计划，就会当改动，袂影响任何规划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